萤幕录影程式啊 ，Capture Recorder， 手机用的 APP 程式，萤幕录影的也可以处理、编辑、合并，影像也可以，自己拍的也可以的，或者从 Line 从 Facebook 下载的图片、影像都可以处理的。现在要把它上下方向旋转进来以后，按最右边。向左滑动，看到最右边旋转，按旋转，按旋转，转到自己要的，按旋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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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到自己要的。这个是吗？我看不清楚，这个应该安装在手机设定里面去找那个放大器，设定以后按画面3下。诶，真的呢，画面按3下就放大了。现在这个因为之前有去设定了放大器，现在是正的，那按3下就复原了。要看那个位置来按哦，按3下，按萤幕画面3下。应该右边还有字，再按3下就复原了。按萤幕画面。现在比如说要看2月份了，就在2月份的这边的位置，按萤幕按3下，用手指头按，你看放大了，然后再按3下就复原了。比如说现在要看3月份了，按3下，你看看到了啊，再复原，按3下。他现在要看4月份了，按3下，你看放大了，然后要复原再按3下，按萤幕画面3下。你看那个抖音直播也有叫人家这样做呢，有同意的，或者是听得懂的，按那个萤幕3下。萤幕，你看现在找5月份的按3下，你看放大了，字放大还很清楚。如果用摄影机拉近来，会变模糊了。这个放大器你看放大了，字还是很清楚。要复原按3下。现在看6月份的按3下，你看字放大又很清楚。放大就放大了，还可以调整位置吗？还可以嘞。但是画面有限制在某个区域啊。然后再还原按3下，然后看7月份了，在7月这个位置来按3下，放大了，按3下还原。拍的时候不要震动才会清楚。现在看8月份的按3下，萤幕画面放大了，字还很清楚。来，手指头按萤幕画面3下就是复原。现在按9月份的按3下放大，有靠边边的按模糊不清楚了，按3下还原。现在看10月份的按3下，按3下还原。现在看11月份的按3下，按3下还原。现在看12月份的按3下，手指头大拇指轻轻的触碰那个手机萤幕画面，按3下。你看你放大了，这个要先到设定里面去设定那个放大器开启那个功能。以网络影片也可以操作呢，手机操作画面也可以这样操作呢。这个
手机荧幕录影程式叫 Capture Recorder，Capture 抓取 Record 录影，录音器、录影器。可网络搜寻，按确定，按确定，按储存，按储存。你看，可以把影片的画面转上下的转正了，你看已经转正了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就是这个了。实际上手机可以上下左右转动，所以没有关系啊。桌上型的电脑比较不方便而已。